晚3点半钟行程嘅曼谷，对台湾人来讲，应该唔会生疏。有人是安尼形容一只丧尸，就像泰国菜，酸甜辣，不过唔会苦。作为一个亚洲亲疏繁衍嘅丧尸，曼谷万奈都看得到靠实，无奈唔会咬脑嘅。青菜看得到嘅都会创意，包容易动态嘅丧尸性格，充分展现第一只充满友善、老繁嚣嘅东风泰上地图。也摆天地台湾，向来 TV 曼谷用下老时代嘅气息，老现代多变嘅乡邻风采。早啲看，喺曼谷市区旅行呢，其实佢哋嘅交通方式有咁多種。啲路旁有機行車、公車，還有也看到一個嘟嘟車，還有另外一種呢，就係坐後台外嘅方式。不過啊，曼谷市區嘅交通其實係動車差嘅。你講你要坐車嘅，可能會坐到嗰種車陣裡面。咁因為台灣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啲曼谷市區旅行。因為要用坐船嘅方式，也可能會唔會嘅啦，就係入邊嘅碼頭，大家就停台灣來看一下曼谷市區嘅河壩風景。從山口嘅曼谷全世界有名嘅色茶，除咗呢片嘅捷運系統之外，就係坐船嘅啦。就像公車用嘅渡船，有詳細嘅路線和時間表，啲上下班前站嘅時間，直接係當天人嘅提前車。等下就坐定船咧，來拜訪本年慶祝東方美食嘅曼谷。我家啲碼頭入邊有看到一個阿公，佢呢就喺邊上呢買一包太薄嘅一個吐司嘅邊邊啊。佢在吃之前呢，他有對着天，然後嘴巴就是念，感覺像他是在老街田蕩啊去祈禱啊，希望說可以保佑什麼。其實我唔知佢咧講乜嘅，不過我想也應該就會講，心中可能有些祈求，然後我咪買了一包，希望呢幾隻台灣嘅人呢，幾隻世界嘅人呢，做到得平安。哇，船來咧，排水排水。呀，船來咧，要去坐船咧。天天的步調，強鬆刺激嘅電台，來到曼谷，當然唔會當天人悠悠嘅生活節奏影響。同當天人講，因為附近有佛塔，啲信仰範圍地度嘅五權，人野夾嘅民眾唔單止唔做祈禱，還會為祈禱來祈福。看到幾群嘅雕嘅啲天空當刺激嘅比，來到曼谷當地，原來上司老太自然嘅距離做得安全咯。來上船咯！你看一下，安東要用坐船的方式。其實我記得吼，我啲台灣嘅時間，我之前沒有來過曼谷，也特別唔提供啲曼谷市區地圖還有船嚟做得坐。不過我還冇買票呢，應該會上船這樣買吧。Go to Khao Road, Khao Road, yeah. 哪路？ไปไหนครับ Khao Road, that way. มันต้องไปหน้าตัดรถ To the Khao Road, you call me. Okay. 穿過泰國嘅走皮亞河，做嚟講係曼谷嘅阿美河，條白嘅島上，順便8班8嘅河壩來去。各地嘅物資家庭運河送到曼谷，造就了曼谷嘅鬧熱。雖然天天時光嘅轉變，佢哋看唔到河壩當密密麻麻嘅船呢。不過當然還係有咁多人坐電船嚟來來去去，入邊因為坐電船嚟來欣賞走皮亞河嘅景色，來去拜訪靠山路。Khao Road. ใช่โอเค Oh. ยางตั๋วให้เป็น10ตัวด้วย Yeah. เจ็ด How much for one person? ฮะ How much for one person? We got it for 60. ได้ 哇！哦，真件係危險嘅。坐船嘅雖然呢片，不過要注意安全，因為船嘅停嘅時間無長，除咗要特別注意上下船嘅碰嘅之外，咩把握上下船嘅時間，要生意無出錯哦。啲家門路嘅背包客建議下，因隔天要過到背包客天堂靠山路附近。
现做所来不对嘅世界路来探险一下。你看到一路行嘅人呢，大部分啊就係外國嚟嘅人較多。我想啊，很多嘅背包客終於來一片料嘅原因呢，就係行到一個路行就知道非常嘅疏鬆，非常嘅步調非常嘅慢。像昂街買衫褲、買一些紀念品、飾品，全部都有，連食東西啊，全部都同旁邊。哎呦，有人攞嚟打招呼，過去問一下嘅那邊來嘅。Hello. Hello, my friend. Ha. Hello, How are you? Taiwanese crew. Very well, thank you. You alright? Where you come from? I'm Canadian Indian Indian. from Canada. Canada. Yeah, you never seen Taiwan. So how long you here? Oh, long time here. Every year. How stay. long? Every year, maybe around 30 years. So you every year come here? Yes, I love you. Nice people here, good food, everything easy. Uh-huh. Thai people, nice people, happy people. No. I was in your country. I like Taiwan. It's a beautiful Yeah. place. 古總就做糖多，佢知道來到一邊神發，真係我看，昨天馬上就有朋友過來，昨天知道說真係動兵慫啦。意外來到嘅所來不對，其實就喺靠船路嘅附近，也為強用其中動到嘅西方背包客。嘅路上萬乃看得到裊裊嘅嬉皮風情，倘有經驗嘅背包客講，也為無靠山路按抄，不過又將靠山路嘅法律留呢片。喺佢嘅推薦下，來吃看下到泰國天朝愛食嘅鮮切果子。So mango，你看到一個芒果，其實像青芒果，我你看 ，very fast。Yeah。看原來你做呢？哦，切嘅方式同樣。Wait. I want check your finger. 1, 2, 3, 4, 5. Yeah. 因為你看速度很快，我看他手指是不是全部都還在。 Suka the spicy really good. OK，好，冇問題。加啲個糖，加啲個辣椒。How much？ 30 baht ครับผม 30條，其實唔會貴呢。一個芒果，一整顆芒果，一下就來吃看呢。哇！看下，一當波就看得到懂到嘅糖，然後辣椒籽。對。哦，好清涼哦。不過，it's very spicy，懂辣呢 really good ，but it's very spicy。 spicy Yeah，唔過呢，啲按呢個甜食啊，按呢個甜食是按呢清清涼涼的，然後又加啲辣椒，加啲糖，所以係真嘅，本就唔會做到按呢的。熱發發嘅甜食，以後酸辣嘅酸果，真嘅本人吃到凍舒爽。各種各樣嘅泰式嘅路條美食，都做在青菜的靠山路附近請得到。食的美食，等下我到附近請當地嘅朋友食。第一片出世嘅記，香港有一隻當少年啲嘅景點，大幫一班人來探訪曼谷，我搶下來看一下。Hello， 大漢，好久不見。哇，其實我剛才這樣整路走過來啊，我發現你的這一棟 hotel 特別不一樣。哦，謝謝你。對啊，其實很，就是它的外觀看起來跟一般的建築就不大一樣啊。現在，對，是我姑姑設計的。你姑姑？嗯，對。那這個是算是泰國的風格嗎？泰國 style？它是泰國武士王的風格，是100多年前。是真的就是以前的樣子，就是長這樣。嗯，差不多，因為我是模仿我的家，這邊是我們以前的院子，然後我就蓋，然後模仿我的家。所以我們現在在看到這邊很多東西，就是以前留下來的。嗯，對。像這個櫃子裡面，這就是以前的老照片嘛。對對對，是我們家爺爺奶奶拍的時代。而且我知道，就是其實你會開這一間 hotel 是因為跟你奶奶有關係，對不對？是。為什麼啊？因為他養我，從我出生到20歲，然後我一直都跟着他，然後他過世的時候，我就整理他的東西，然後就發現，我想讓大家知道他的時代是發生是怎麼樣的。在那邊看，比如說，他小時候這個可以，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是以前我小时候跟奶奶玩，它是用鸡蛋，真正的是用那个椰奶变成我们泰国甜点。甜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我刚看这个下面是不是可以？对，下面可以烧。所以你这样子听你讲，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你们都睡在一起吗？嗯，对，所以20年，那你跟奶奶感情是非常非常好。是很爱她。很爱她。东北讲中文嘅食，係泰國嘅方式嘅演情。此時喺曼谷台，佢留對阿婆嘅思念，容易到佢經營嘅旅館地度。東山網推廣泰國傳統文化，希望留阿婆嘅時代分享俾韓卡度經驗。韓對傳統、老手工藝術特別重要嘅食，一擺係帶人到曼谷嘅郊區，去拜訪一隻當時台灣人嘅語文景點，一下坐當地嘅嘟嘟車來去碼頭坐船咯。哇，你很高啊！这里是我们当地的菜市场。这里面吗？对对，从这边都有路边摊，然后左拐就有很大的菜市场，有卖鱼、卖菜。其实如果很塞车的时候，坐这个嘟嘟是不是比较快？没有，坐船最快。用三輪車改裝嘅嘟嘟車，做嚟講係曼谷超有代表性嘅交通工具。石匠有發拉嘅車聲，皮電車嘅地度傳出來嘅泰式音樂，對其向轉去轉轉，變成另外一種嘅曼谷特色。第一暗夜嘅泰國，坐嘟嘟車往市區，咪係一種新奇嘅體驗。到了，所以在那边。是，这是码头。好，那我们就先过去吧。哇，很有意思啊！我们要坐这个船。对啊，到巴西那边。这个我们坐这个船，现在知道到哪边？到巴西那边。巴士拉片。对，巴西那边我也第一次去，但是听说欧美旅客都很喜欢那边。哦，这个木偶很高哎。对啊，很漂亮啊。每一个人偶都有他的故事，对不对？要不要来个曼谷？感觉就是槟榔味。这个是虾椰丝，包槟榔叶的那种感觉。那我就先吃哦。加油！耶！阿来妈妈。嗯，蛮好。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是比较传统的泰国农村，那边有那个 puppet show， 是那个木的娃娃，然后是这样的木偶的一个表演。对对，木偶是。那也是像是泰国的传统的一个艺术嘛。嗯，对。所以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泰国当地的一些艺术文化。嗯，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坐船享受一下在这个河上面的过程。早晨坐電船呢，欣賞照片也好嘅市區風景。等一下，另外停電船呢，留意西河壩，感受泰國北鄉嘅神花樣誒。師傅講，河壩嘅兩船都係總頭，薄荷嘅樹草蘿蔔嘅，老長悠悠嘅樹誒，也有河壩等嘅水鄉人家，啲水泡地度相互映照，樸實又優雅，也就係羅曼谷人嘅神花。很多亚那边有这个像路风用哎，你们亚那边通铁团的像一个十字路口，它有分岔路的。嗯，对，好像交通。而且它的电线杆真的就在这边路，就在河，这个不能说路上，在河上。是河上。对对。然后前面看到这边都还有路标指标，其实现在看到这两边就通常都是住家了嘛。是，都是当地人住的。因为以前路上的交通还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这个水干不干净啊？明天你会长痘痘。现在应该有比以前干净了吧？这个河。嗯，现在会有洗手间了。对。啊，前面就到了。OK 啊。对。哇。哇，到了。到了。耶！这里面看起来很古老哎。
选的韩国就皮亚和西片嘅巴斯拉片，东南日本文化嘅雕塑品上多。唐西不讲，也代表本上是一只西装头，等等潮头人集团，让艺术家起落来，变做曼谷新嘅艺文景点。传统书嘅做嘅落幕，你记了长高后，除了保留菜地嘅味道，每位老沙期加强了新嘅法力。 ค่ะแล้วก็นี่จะเป็นหุ่นละครเล็ก 哦，哎，这个木偶很高哎，对啊，很漂亮啊。要看起来有点吓人的感觉，有牙齿啊，有什么的。它是猴子，这一只是猴子，对对对， เป็นชื่อหนุมานค่ะเป็นลิงหนุมานเป็นลิง 它叫哈努曼。哈努玛，对它有一个对名字。那比如说像一般这个猴子啊，它在表演的时候，大概传达的是告诉人家是什么故事这样。那个女主角是很漂亮，然后她是 giant， 是巨人，对对对，是很高大，要抓女主角。对，抓女主角，然后她就去她的宫哦，帮助女主角回来。我了解。所以说这里每一个人偶都有他的故事，就对了。是大家是同一个在演同一个故事这样。对，除了日本人以外，对不对？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呀，你看呀，你看对不对？应该是猫王吧？有 Michael Jackson、Elvis Presley。对啊，猫王哎，为什么会现在还会有这些东西？这个也在表演里面嘛。对对对，有创意。那以前的话，这个是表演给像在皇宫里面才有的吗？还是说一般平民里面就有？哦，这个是从武士皇的时代开始，大概100多年前，然后是玩给普通人看，对，不是在皇宫，其实这就是传统的泰国传统的一个对，是表演木偶日常。有百年历史嘅潮条戏，用舞蹈、留音乐有條戲劇方式來演印度神話嘅故事。地圖嘅主角哈努曼，佢啲泰國嘅有名長途，就從華人世界嘅後王孫悟空享用無言地。只唔過，聽聽洋人文化嘅流行，傳統潮條戲漸漸嘅模體咧。有暗嘅感覺嘅後生潮條戲師傅，除咗創新角色，韓卡嘅天行出表演堂，長期啲也免費演出。本百姓做地老潮條，有韓卡頭嘅互動，希望老也向傳統傳承下去。其实要暗群宽体哈，曾爷爷做工其实我觉得很精细耶，衣服啊、缝线啊，就跟真的人穿的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精细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就是请他稍微动一下，看看这个手脚吗？ แขนซ้ายแขนขวา 哇，你看耶稣，来，come， come come， 哦，你看爷爷用技术会某空用诶，他一只手是这样子，然后一只手是握拳头的。所以它其实每一个关节都可以活动，跟真人一样。它的脚也是一样，膝盖可以弯曲的。这个一个木偶表演的话，需要几个人操控？要3个人。一三你看呢，操控这个手跟脚，另一个人在旁边。ทำไมคะครูงานที่เมียมันโจลูกค่ะ 哎，我又讲错了，是不是？哈努曼，是哈努曼吗？哎，没啊。 เฮ้ 哦，各位乡亲大家好，我嘅係泰國嘅木偶，大家有閒呢做嚟來曼谷了。愛處也條精緻嘅潮條，雜雜動作其實冇簡單。愛透過潮條解釋神法，表現情感，還靠用時間來練習。下禮拜有機會來到曼谷，要記得來邀請康迪亞後巴順嘅潮條劇團，欣賞泰國傳統表演文化，享受藍藍嘅下晝。接下來就本人定一條路上嘅時間，來試食推薦嘅泰式美食。要不要來到曼谷？其實你發現到曼谷係一個懂浪漫嘅地方。你看，家人走到後巴嘅扁筍，看着夕陽，然後吃這個飯，感覺就是很浪漫。而且你看，呢個飯係一個愛心呢，真嘅懂用心，很用心呢。我剛才是在說，身為一個曼谷人，你覺得曼谷人浪不浪漫？曼谷，要看地方。
因为这边属于是老曼谷，所以生活会比较慢。但是如果你去那边，刚才看到高楼大厦那边，对对对，有轻轨那边会比较快了。那就是我之前来到曼谷的印象，该就会一出捷运站啊，该就会车水马龙、喇叭声啊，很咚咚音啊。不过地下那边也完全不同。是是。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现在桌前的这一桌好菜，像这个一看就知道。在台湾，其实我们也很常知道冬阴功，对不对？是酸辣汤。酸辣汤。那这个的话算是前菜吗？那这个要怎么吃？看到很多东西。这个你要先把这个叶子，这个叫插露，然后包这样的。哦。那有点像在包槟榔叶的那种感觉。一个。都一个一个就好。对对，如果不吃辣就不用拿那个。这个是辣椒吗？对对对，这个超辣啊。按你听听呢。辣吗？哦，来吃到麻。我刚刚用舌尖顶着它，我才真的是咬一点点，然后一点点呢，在三芒在挑前呢，就开始发麻了。是。那我们试我看一下，就用手拿就可以了。可以，因为如果朋友可以。哦。对，一个，然后这是虾椰丝。哦，这中间这个是什么啊？酱。那我就先吃哦。好，加油，耶！怎么样呢？好吃。好吃的泰国话怎么说？อร่อยมาก อร่อยมาก发音很好哎。那我教你客家话好了。OK。肥爽嘅好吃。肥爽嘅好吃。哦，很厉害。说发音对吗？对。哦。阿伦妈妈。说不讲，泰式料理其实北中南都无共样，美味兼中南半岛各国，故说充分融合各地嘅食材，和调味嘅方法，创造出泰式料理嘅阿来妈妈。一摆当感谢食，带人行于老曼谷，看到无共样嘅曼谷样嘅。咩希望佢對阿婆時代嘅回憶，做得分享俾韓卡多經驗。聽講伊因為到曼谷嘅郊區大條名嘅馬希多大學，來看一下人嘅鄉親，讓曼迪亞威打開自家嘅音樂旅程。哇，先生，你好，你好。老师好，你好，好高興見到你。先生你好，一看起來就會跟藝術家呢哈。可以啦。不過先生，看你身上怎麼會是平常就掛在身上嗎？沒有，這個是一個薩克斯風的那個吊帶。哦。常常練習嘛，常常那個上課，然後上完課以後，樂器放下來，然後就出來，然後也忘了把這個帶子拿下來，所以常常就一直掛着去吃飯啊，去走路啊，或回家，通通會掛着。喺啲泰國超過10年嘅理研教書，阿妹係對準備來嘅客家人，學嘅係古典薩克斯風嘅佢，是做世界薩克斯風大會嘅國際委員，希望推廣薩克斯風表演嘅普及化。行家佢嘅老師讓曼會離開台灣，來到上所嘅曼谷呢，喺唐亞團鼓之前，要先聽定佢來好好認識一間音樂學院。會唔會一隻建築，就係泰國也特別東有名嘅一個地標？對，這個是剛成立、剛開幕的一個馬希東王子的那個音樂廳。那這個是泰國很有名的，現在被已經是列為說一個泰國很重要的一個地標型的建築物。它這個建築其實因為它設計的時候，他們是模仿一個人體的肋骨的那個骨架。你講要搭配骨架？對，肋骨的骨架，因為這個我們學校是最初是以醫學院為起家的一個大學。看起來就有點像教堂的樣子。對，他們是又是有點這種好像就是音樂的聖殿的這種概念來設計。所以我現在行到亞德貝已經算是學校學區裡頭了。對，這是大學的學區，大學的校園。然後那邊的話是生態保留區，那裡面有一些什麼野鳥啊，有一些什麼泰國的草藥的一個展覽，就在那個地方。帶我來一行。好啊，一起來看，一起來看看。我是第一個在美國留學大學音樂系開設這個主修項目的老師。這片樹林有課的名稱叫做音樂森林。那個柱子每一個都是請不同的藝術家來發揮他們的創意。
一行到一啲度嚟，有啲會像走進森林的感覺啊。哦，对啊，这里音乐学院这个很多它的设计啊是其实很有趣，它不是说像水泥森林一样，它很注重跟环境的那个结合，所以你会觉得这里不像学校，这里像是那什么度假村这样子。对啊，对啊。你像这栋建筑物外面全部都是玻璃帷幕，你看这有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啊，每一个都是请不同的艺术家来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在这个柱子上面放一些他们自己的那个作品，然后从这个1楼一直到挑高到那个最上面，很有创意的一个特色啦。像这边种那么多树，它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包围这整栋建筑。这片树林哈，有科的名称叫做音乐森林。音乐森林，因为这里每一棵树啊，都是那个拿来做泰国乐器的那个木材的材料。中岸斗跟书都有它的由来，都它由来。包括像这边我们看到路边的一些雕像啊，对，都有它的故事。而學院同有名嘅馬希道大學，雖然到1995年正式研究學院，不過短短嘅20年就變咗東南亞前幾名嘅音樂學院。創辦人堅持定音樂就啲神化地度嘅理念，讓音樂體體嘅容易神化，用開放嘅態度上來世界人才，邁向全世界只有欣賞，只有學生，也咪係欣賞被先到亞來嘅原因之一。老師，那時候怎麼開始接觸音樂？一開始是家裡是就是讓我去參加學校樂隊，那時候吹薩克斯風嘛，那薩克斯風那時候又那個形象又不錯，又覺得男生吹薩克斯風那樣子很帥。好帥。對啊，台灣那個時候如果說要學薩克斯風的話是沒有辦法在音樂系裡面去學，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開這個主修項目。那我就很自然就是隨着大家去考工學院啊，去參加那個大學聯考啊。那後來就念了材料工程系。那後來我在當兵的時候有這個機緣到那個國防部示範樂隊，在那個樂隊裡面認識了很多學音樂的人，那也參與比較多的音樂活動。那時候就開始有這個想法，說，也許我可以到國外去學，就考到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在那個波士頓開始真正走上專業學習的生涯，這樣。從工學院畢業的，然後你還要跑到美國，等於重新還要再花4年的時間。對，我重新在大學，從大學部又再開始，然後一路這樣念到那個碩士畢業才回台灣。那後來我畢業的時候呢，我回台灣的時候，我是第一個在美國留學，然後拿到碩士，然後在大學音樂系開設這個主修項目的老師。哇，算台灣嘅T上以為？算是啦，這樣子。我根本冇簡單的哦。先生講，薩克斯風算係現代新嘅樂器，無按到唔學。故所除咗教學之外，佢咪當出現嘅推廣，希望薩克斯風音樂嘅獎做嚟感動韓卡到嘅人。佢咪講，學音樂唔驚慢，不過重點係愛有心，長久堅持下去。一擺來拜訪，都可讀到學校舉辦國際爵士音樂節。喺按不條談音樂會之前，先聽聽先生去上課咯。Okay, that's very good ending. That's very good ending. That's what we wanted. 李老師，正嘅呢彈起來吼，雖然係共用嘅薩克斯風、共用嘅樂曲，但是兩個人所演奏出來那種情感，所要表達的那種方式就完全係冇共用誒。當我們學生把一個這個基礎的技巧都吹好了之後，然後現在剩下就是要去了解這個曲子。有些太多的情感是沒有辦法寫在譜上面，寫在紙上面的。但是就叫我們去體會、意會這樣。So why you want to choose Mahidol? อาจารย์ครับgood ครับ 其實馬希斗在泰國來說，算是音樂學院算是首屈一指的。泰國最大的音樂學院，也是最好的音樂學院。經常你該當時 get 聽會來到亞特別咩啊？你嘛？我那個當初來的這個構想，也就是曉得說，這個音樂學院它要舉辦一個薩克斯風大會，那
他有这个企图心，想要办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音乐节，所以想说借着这个机会，那我也可以增广我的见闻，增广我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萨克斯风的跟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个来往。不过第二个太后铁路，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萨克斯风，然后这么极力去推广萨克斯风？因为萨克斯风在泰国啊是一件很特殊的乐器，因为这里泰国国王他自己就是会吹萨克斯风的那个他的就是连萨克斯风这个乐器在泰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非常的好，自然而然萨克斯风这个乐器在泰国民间就是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乐器，所以这个我们每次在音乐学院招生考试的时候，这个来考这个萨克斯风的学生是最多的，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项目。对，非常热门的项目是。先生讲，萨克斯风总有表现力，对像讲西上花到太上嘅弦都当简单做得到，变化动多嘅音色，就对戏剧化嘅呈现音乐地度嘅各种情感，也未系机会本萨克斯风上到嘅原因。虽然喺泰风嘅推广下，萨克斯风喺泰国人嘅习惯度有当好嘅评价，不过喺泰国发扬开来，推向国际化，还系有当长嘅一段路要行。汉卡强用对台湾来嘅吉他先生，就像千里马使用嘅八路强用。在 Linda 进入这个学校Mojito里面从事音乐行销才2年的时间，2年多啦。在这个20年之间，他们的行销本来是没有做的非常的广泛嘛。因为我们的院长是说，如果我们好的话，人家主动会来听。问题是我跟他说，在这个时代啊，如果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根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所以广告其实是推广还是很重要的。以我们自己的音乐学院来讲，那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什么广告啦，哈？那第一个工作我进来就说我们要有一些媒体的支持。所以我就去找一些报纸啦、radio 啊、电视啊，那还有不同国家的，就像德文、中文、日文的这些媒体来帮忙。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叫做 media partnership 媒体的伙伴来一起工作。那他们来，每个人来都很惊讶，说泰国曼谷会有这样子一个音乐天堂。对啊，每个人都很惊讶。借由你的这个推手，让大家全世界可以。也没有啦，要说是我们的产品太好了。我们如果说是 marketing term， 他们说怎么的产品太好了，因为我们每年有这个季节的节目，超过80个都是跟国际的指挥家啦、音乐家我们一起工作。跟我们的泰国交响乐团，我们就是我们学校的乐团一起表演。音乐家在这边其实很享受哎，这个这里就像音乐家的那种天堂一样，这个也是音乐家的摇篮啊，那可以经历到很多国际上的那个视野，就是说有国际上的大师会来访，那或者有国际性的这种节目，那还有学生在这边有表演的机会，那有国际级的老师在这边指导，所以这里学生在这边学音乐是很幸福的事情。Linda 咪讲，除了推广、举办活动、本艺术、汉卡集群泰种之外，咩提升专业、开拓汉卡多交流嘅可能性，本好嘅音乐家有舞台来发挥。佢條同皮肤學院嘅創辦人就得看到眼眼，佢早點自家嘅實驗創辦學院，一下就來談看呢佢嘅想法。We know before 20 years ago, it's nothing, no money, no school, no building. So how do you make it? Music is very important for any society. It's time for Thailand to have. The money is not a priority. Not priority. I think your heart, my hea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ailand is a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 So I need to have a good facility, good building, and then good equipment. The third one, we need a good teacher, good people who work here. When we have good teacher like him, and then the student will come, the good student will come. After that,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will com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of education is qualit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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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money will come. After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So Mr. Lee is your first Taiwanese people come to this college? Yes, people come to Thailand when they saw something happen, and they feel like they can do something.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give people a chance to work.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When you have your own mind, your own hands, your own heart to do, your own imagin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ople happy, it's not money. So it's not only me, everyone created. The college music here is a creation of every teacher and every student. 本身每个音乐家嘅演讲讲，音乐係人類文明總唔得缺少嘅。無論沙見 TV 嘅歌台，莎莎都做得本音樂感動。演唱花地都表現出嘅溫柔、老堅挺，本係上戲有佢發講，對你真心向往追求，幾隻一手都會聯合起來，為你完成。就係按呢個意志，上來各國嘅人才齊中向下。喺安布亞練團之前，先聽聽先生到附近嘅小吃街望一下。先生，你講香港我哋嘅附近啊，其實是動盪嘢呢，很多個店家。这里的店家可能就是有些人是早上来，有些中午来，或者是晚上来。晚上通常是最热闹的时候，学生出来吃饭啊，然后很多小吃啊，或者什么各种花样都有。啊，跟你講一個買嘅東西啊？这大概就有點小脆餅之類的這樣的東西。脆餅啊？對啊。一個下個買嘅意思？音樂學院的學生老師很喜歡來吃的一道菜。上面好像是糖哎，是不是啊？這你會懂哎？好好待着，然後跟學生相處，看見這樣的一個過程，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一個下個買嘅意思？每一個25塊，一盒是不是？懂了哦，一盒25塊。剛剛你看到一地圖一個買嘅東西？安妮可來，安妮มะพร้าว นี่ไข่ 哦，这个是椰子，这个是雞蛋。看起來有點像台灣賣那種可麗餅，不過它是小小一片一片的。對，很可愛的點心。那我們可以給他買一盒嗎？我跟能公看。其實，在泰國這邊飲食方面的話，價格好像都不高，對不對？對，這里生活其實還蠻容易的，蠻舒適的。那這裡面這個白色是什麼？สีขาวคืออะไร อ่านี่ครีม cream 就是普通的 cream， 對啊。哦。很不錯哈。很香哎。對啊。อร่อยไหม อร่อย。อร่อยมาก你也會講了。我偷偷學到一點。阿倫媽媽就跟董後是非常後這個意思。老闆他做了幾年？ทำกี่ปีแล้วทำมานี้กี่ปีแล้ว ทำมานี่แหละ 啊30 ปีแล้ว 哦30年了30年。傳統的那個飲食，傳統的小吃。不過吃起來真跟董後是。是啊。就那裡拿點，很刷嘴。其實你覺得泰語難不難啊？有些單字啊，跟那個我們的那個中國話還蠻像的。跟客家話呢，它搞不好。客家其實更接近，因為它有那種5個音調。那跟那個廣東話跟客家話其實那個聽起來其實很相近。因為它有些那個文法，如果說我們用那個英文來學的話，反而學不好。但是我們用中文或者是用閩南語、用廣東話，用這個來學的話，反而更容易上口這樣子。先生講，愛啲曼谷生活其實實際上冇乜嘅常態嘅困難，因為泰國人懂友善，對外國人嘅包容力嘅動態，當地便宜又台灣嘅消費水準，把曼谷變做全世界最好嘅生活都會區，莎莎都賣得出水嘅家私老服務。先生講，生活啲曼谷其實懂落法。推薦這家啊。是我們那個音樂學院的學生老師很喜歡來吃的一道菜。這叫做泰語叫做高勞。高勞，就是很多肉的雜燴，有內臟，然後有什麼有胃啊，然後還有皮啊。你需要的話，你就加點這個板條啊，或者是一些米粉之類的東西。而家看起來冇像台灣嘅板條用誒，捲起來的，就像台灣像那個什麼那個鼎邊趖那樣的東西嘛。對。那吃起來 Q 感冇 Q 用哎，對，很 Q 哎。是啊，那他們有時候也做成這種乾麵型的。那乾麵型像加這種這個特別叫做凍陽，其實它是一種烹調的方式，辣椒粉啊，加上一些特別的佐料。不過一看起來
上面好像是糖哎，是不是啊？对对，他们很喜欢加上糖，他们是这你会懂哎？对对对，是啊，他们喜欢的口味。不错。那真银吃到泰国的东西全部都懂好吃，你爱黑个好吃讲不给你。不过它在这个咸咸的面里面，然后又嘎懂，不会被你感觉吃起来懂奇怪，你就觉得很合就对了。是啊。对啊，不过你刚刚来这边要边吃东西啊，吃甜的你可以吃得惯吗？我是不太喜欢吃。不过按那个吃法哦，对人的健康来说，因为吃的很甜，然后有时候又很要小心。我有个医生的朋友跟我讲说，他看了很多泰国的病人，很普遍啊，就是有几样最主要的疾病，一个就是糖尿病，因为他们很喜欢吃糖，然后他们饮料都加得非常甜。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胃病，因为他们喜欢吃很辣，然后很辣以后立刻喝冰水就容易得胃病。那或者是还有一些人是他们在家里面走路的时候不穿拖鞋，他直接就磨石子地板，所以就直接在地板上走，所以就很容易得那个风湿啊、关节炎这样的毛病。我说原来那个散胎的一个通病在。对。不过你像来到亚这边啊，一开始你来的时间，单枪会讲英文嘛，语言上的话就英文，然后中文，泰文的话是来到才开始去学。对，我之前也是没有学过泰文，然后来这边就是边听边学，然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就从生活中就是去抓一点那种只字片语啦。有时候就说我想跟他们拉近点距离，所以就随便这样卖弄一下，想个泰文，但是就是发音不标准，然后一不小心就会说成就是说成那些粗话，然后那我就不好意思在那边示范了。虽然刚来到嘅时节发生一道动脑壳嘅事情，不过先生讲，喺夜久，佢一早地去欣赏曼谷人嘅食法。来到曼谷，佢发现老台湾人有钱争做地交银行嘅印象冇同样。对泰国人来讲，无论有钱冇钱，艺术就啲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可能罕卡值得很来学。等一下就听听先生落去到王子银行堂来采访咯。家啲银行堂地度看地球都在练习。我想对一个好银行嘅人，做地啲按你嘅环境、按你嘅气氛，然后按到嘅银行台时，向他演奏一首曲子。对地球来讲，我想就像啲甜筒一样嘅享受吧。像你喺底下那边咩，迄个10年嘅时间呢？但你有知道底下在学校地度，为你得到迄种，有啲可能你别个地方冇办法得到嘅东西，你也懂珍惜嘅嘛？一个音乐家嘛，一个音乐家其实很需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去发展，有时间去沉淀，有时间去思考，好好待着，然后跟学生相处。然后把学生从初学，从不会，或者从比较青涩的，一直带到成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蛮难得，而且是我觉得应该珍惜的一个工作。很幸运的是，就是说我当初念完书之后，我从台湾开始，还没有什么人开始在大学开这样的科目，到泰国来后，情况也是类似，这样的乐器，这样的乐风带进这个地方，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你周遭的音乐人朋友，
其实他们应该也很羡慕你在这边所拥有的这个环境啊。我想我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啦。那个我会尽量的，就是说珍惜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先生讲一家唔是消费来到曼谷，除了做地伫曼谷向世界推广萨克斯风之外，第二位还有音乐家倾向嘅发展空间，和做地老世界嘅好人才交流学习。佢咪希望做地用自家嘅经验，添出台湾很卡多好音乐嘅人，伫曼谷一隻世界態度會開創很卡多嘅可能性。聽聽經驗部嘅到來，本人啲草坪檔坐下來，談定爵士樂，表爽一下，強下分享啲曼谷悠悠嘅姿彩。